個個都話坦洲唔好，坦洲唔好，但係點解咁多人仲買坦洲嘅佳景康城呢？就係因為佢嘅品質係成個坦洲嘅木運啊！你睇我哋嘅入戶大堂呢，霸唔霸氣啊？即係呢啲全部都係交房標準，你入到屋企就有咁豪華嘅歡迎回家迎接你。你話唔中意佳景康城咩？貴都中意買啦！呢個水晶燈入到嚟睇到係咪超級霸氣啊？我哋坐電梯上去呢，真係非常之靚仔，有品質嘅佳景康城。我哋上去睇下先，果然係最受歡迎嘅佳景康城樓盤啊！呢一套89平方嘅斷貨之王，做到南北通89平方3房2廳2衛啊！呢邊呢就係我哋入戶門嘅地方，入嚟廚房入邊都係所見即所得，方太嘅3件套啦，呢啲全部都係交房標準嚟嘅。歐派嘅櫥櫃啦，飛地鋪嘅淨水器啦 ，YKK 嘅鋁合窗啦，同埋佢出邊有個生活用具，呢啲都係交房標準嚟嘅，所以佢真係成個坦洲交房最高標準嘅一個新樓盤啊！你睇，連全屋嘅中央華為智能家居系統都係安排到位㗎啦，地板磚仲係意大利嘅杜格拉斯嘅瓷磚啊，同埋我哋嘅全屋中央冷氣都係日立嘅品牌。呢啲背景牆都係安排到位嘅啦，自己買啲家私家電就可以入住嘅佳景康城樓盤啦。嚟睇睇呢啲 YKK 嘅鋁合窗，出邊咧有個生活用具，睇出去個視野咧係超級正噶。所以佳景康城嚟講喺坦洲啊，可以賣得咁貴，仲接受到咁多人買咧，就係因為佢嘅交房標準咧真係高。你睇睇入邊嘅呢啲全部都係交房標準，高爾嘅水龍頭啦、花灑啦。同埋呢個漢斯格雅嘅坐便廁啦、附着嘅鏡面櫃啦，都係交房標準嚟嘅。佢每間房採光通透，都係非常之正啊！89平方做到3房2廳2衛，雙陽台嘅戶型咧，真係好難得嘅。總價咧都係130幾萬，你就可以直接攞得咁高標準嘅佳景康城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留言396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